民国100年开始营业，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。这个糖果都是自己现熬的，你自己洗的，然后自己洗的，这真的是鸭血的。中药包啊，中药包下去泡。还有纯粹是鸭骨来控的，鸭里面没有添加什么东西。到70毫升，还有加上鸭皮熟汤。这个特色就是鸭肉面线跟鸭肉饭，还有鸭皮刀。要做久了以后，就有一点概念，就有一点想法，符合当地的饮食习惯这样。口感很香啊！面线那个鸭肉饭，非常好。